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分享收看福喜来嘅，我係吳依容。屏東嘉東有一間咖啡店，叫做年強咖啡店。也店嘅個貼拍得好，唔單止唔色的咖啡啊，也個香啊、甜皮啊的，都係調家自家做嘅。可能用到嘅茶杯、茶壺，咪係伊做嘅哦。今日也非常多才多藝，好個有才情嘅調家，如來到我哋嘅現場，有請伊來同我哋講伊嘅故事。分享莊書涵，書涵好。主持人好。各位客家朋友大家好，我的名叫莊書涵，我的客家話是得講一點點，請大家多多指教。多謝書涵那麼有誠意啊！那我剛剛講的開場白，你談係什麼？哦，就是你在介紹我的咖啡館整個的裡面的發展的內容是什麼？比如說胖就是麵包哦，那些讓我聽得懂，只是說沒辦法發音。沒有問題，剛剛我們就盡量好，愛講客，唔講發音。謝謝主持人。不過書涵係你是在嘉東台嘅哈，在嘉東長大的。是的，我也是一樣哈，我國中之後就去屏東念書，然後就中部念大學，然後到台北去念，去工作，然後我是因為結完婚我之後才回屏東的，所以其實我在我工作之前，其實我對生活是一個，我只知道工作而已，其他我都是就是沒什麼。我自從回屏東之後，我發現我一些周遭的一些事物啊，尤其是環境啊，在我眼中這些東西是可以被利用。比如說，我看到一些農夫剪下來的樹葡萄汁，那就是一般人眼中就是回收而已，就是或把它燒掉。可是我覺得那些樹枝啊，在我眼中，我就可以把它裁成一小段，或者是把它整棵呢的樹枝，我可以把它組合成一個像一個藝術作品一樣，像的插花一樣，我就覺得它很好玩，所以我就開啟了這種我對周遭環境的一些觀察，這樣子。你原本在台北是做？我是做兒童軟體的，就是寫軟體的工程師，這樣就是小小一個工程師這樣子的。那我覺得做一個軟體工程師，就是要他看的東西是很大方向的。比如說你從開始上面，你就要開始很注意到細小的部分，不然你到時候 debug 的時候，你要去改你的程式，會改得亂七八糟的。所以我們很注重一個模組的概念的構成，這樣子。所以細心是必然的啦。後來我沒有走的原因是因為人走到一定的環境，那個細心度一定會跑掉。你每天在那個 coding 啊，你會覺得很無趣，所以我就開始慢慢把這個行業給退掉了。這樣子。剛剛我想講回到屏東家鄉，我想講你的專業其實蠻大的跨幅，那我想講我開咖啡店。其實為什麼會開一個咖啡館？這個要講一個故事。其實我以前在看一個雜誌，叫做畢恆達的一個雜誌，裡面它講到一個叫女性空間的東西。那其實它裡面內容我已經忘記了，只是它在講的是一個女人的空間到底在哪裡。那你看，想我們從學校到外面到去嫁給別人，都沒有自己的歸屬空間。那其實是對我而言，我很喜歡有自己一個小小的專屬空間。然後有一次我就跟我媽討論說，你那個車庫可不可以讓我開咖啡館啊？它其實是一個車庫而已。我就想了很久，其實我醞釀了很久。那我說，可是我要有創業的基金，所以我又跑去當了2年的職業婦女，我去賺我的開夢的基金啊，所以這2年我就努力賺錢，我想要把我那個夢給完成，就那個空間。所以當我賺到一點點錢的時候，我就想說，媽，我要把這個的空間移起來，我要做一個咖啡館。這時候我媽媽真的很聽我耶，OK 啊，好啊，其實她都不知道。然後所有認識我的朋友親戚，這家伙在想什麼啊？我說我不管他們想什麼，反正我就是獨資。我自己搞設計嘛，然後我自己做任何木工啊、什麼工啊，都是我自己找來的。反正我就是要做就是了。我先把它蓋起來再說。我說我用來做，沒係你自己想你自己設計。對。那麼你會設計呢？其實我們現在的網絡很發達，你只要去 Google 一個東西，一個 keyword， 那就pass很多啪啦啪啦的資訊進來。這時候你就知道去做一些篩選，什麼是你要的，什麼是你不要的。這樣子就很清楚。然後就是從一個小地方開始慢慢
建构，就像一个模组嘛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把它建构起来之后，就成为一个模型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只是说你要花时间去想这面墙的颜色到底需要什么，然后这个天花板你需要什么风格的，你会花很多时间在做一些 data 的搜寻这样子而已。这几个设计出来啊，花了1个月时间。其实没有很久呢，大概半年就可以了，因为我是个素人。都做好。我从6月到4月开工到12月，大概半年。因为我的帮我盖的泥做的师傅是我的亲戚，我的姑姑嘛，他就慢慢做啊，我也慢慢陪他一起做嘛。你也不急？我也不急啊，反正我的开业基金还没准备好。你刚刚还做哪个条路？就是穿哪个基金？其实我觉得要开业之前人生必须要有所准备，而不是空降部队。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第一份就回屏东的第一份工作，我在日商里面做食品开发人员哦，我从来没有做过食品开发人员哦。我本来是应征企划人员，产品企划人员。可是那个日商的老板就看到我有跟他分享我做的面包，然后他就觉得哇，你会做面包哦，那你有专业机器？他就用中文问我说：“桑达桑，当然有啊，我有专业的面包机啊。”他就开始观察我啊，因为我们要做产品拍摄嘛，他就觉得我好像对食物这一块好像非常的有兴趣，所以他就问我说：“思涵啊，你有没有对研发有兴趣啊？可是压力很大哦。”果真压力很大，我的个性就是没做过，我就试试看看，结果就是一脚踩了进去，哇，真的压力超大。你在日商工作，真的就是要神经要绷得很紧。我每天开车去公司，我就想我到底要不要辞职？我想了2个月嘞，真的。然后后来我第3个月度过，因为我有战绩跑出来，因为客人要的汤品我把它调出来了，老板也很满意，所以老板对我会有3分的激励。因为你在那个公司里面，你当食品开发，他们都会赌你说这个开发来了，我到底会待多久？因为开发压力真的蛮大的嘛，然后我就待了1年。不过你去应征给日商给公司的时间，你家他就有做胖家迄5季都屏东开始合作的哈，还是你已经想说我要开咖啡店，所以我要来做胖？No， 不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要先把软体先建构好之后，再把硬体丢下，在硬体建构好之后，软体就进入嘛。那这个软体在我在当妈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在养成这个东西了。所以面包跟甜点这个东西对我已经是就是很熟悉的事物了，只是说那个里面的氛围的经营是我要去学习的。所以就开始这5年来当中，我就开始向外的学习。比如说，我先介绍这2幅画好了。这个是风景画，它其实它需要的是一种氛围的养成，但是它也要有基础。可是如果是静物画的话，你一定要有一些素描的基础，可以色彩学的。那这方面我们是素人，所以我们我们是没办法去养成它，所以你必须要找老师去做这一块的学习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想要走我自己的路，所以我就放弃老师那一块，我想走素描啊，做最基础的。因为如果你想要走画画这一类，你必须要你的 foundation 一定要很好，不然你会画得很吃力，你没有办法信手拈来，就是心到手不到那种感觉，这样子。可是你去做胖啊、甜点啊，对。后方图啊，不是说为了咖啡馆这个目标，而是你本来就想要去学，不但就想要好。其实我觉得做陶不是为了咖啡馆，只是说我发觉陶就是生活的一个器物，那你把它放在咖啡馆里面，因为我们一般的市售的咖啡馆其实它很有商业设计的一些氛围，可是它就是缺乏人性的一些置入。那你自己做的陶就比较有一股趣味存在。比如说我为什么做这个茶碗，因为一般我们做咖啡馆就是有耳朵的，可是你会觉得我要跟别人不一样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学宋代的人喝茶的方式端起杯子来，然后慢慢的啜饮它，跟日式的那个茶碗一样，这样慢慢的端起来。所以我想把耳朵的东西淘汰掉，因为有时候耳朵在清洗的时候会触碰到，很容易损毁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就做一个像日式的茶碗，跟以前宋代的茶碗这种方式的来慢慢替代咖啡杯这样子。我觉得做这个真的很有趣，就是做陶很有趣，像拉胚跟手去捏的那种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氛围，那种当下的心情是不太一样的。刚我唔做很多事情啊，唔咩 video 咖啡店，可是你好像是
我需要这个，那如果去做，你都不会给自己一些什么限制呢？哈。不需要限制，这样子的话，一般我们会觉得说，如果你是为了赚钱而去做一件事情，你会有压力。那如果你把这个钱的东西摆在第2位或第3位的话，那你就会变得比较快乐一点。就是说，它没有压力的东西，它会比较，客人会感受到你的食物是有真诚的意味。比如说，一般我们做商业蛋糕，它里面的成分不是那么的纯。那如果你自己做酱或者蛋糕，它的成分就是很简单，那就是以材料会取胜，所以材料会帮你说话。所以我们就是以这种的价值，因为我在屏东，所以很多的在地的农产物，我可以把它融入进来。所以我觉得在屏东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会善用我周遭的食物，就像我刚才开场讲的一样啊，所以就说快乐比较重要。这样子，你的客人来到你的店，你会比较有那种感受到，不是商业的，是一种来到一个很温馨的地方，在享用一个下午茶的氛围，这样子。我相信几度想要开店的人啊，都会这样想。不过唔免每点人入座的多吼啊，不过偷偷谈得出，所含有一些几度一个哲学，韩国一个制糖方式如真蛮奇妙。我们聊一下天，我继续来请教伊。非常多种来福喜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嘅来宾係屏東佳東嘅延長咖啡館嘅頭家莊書行，好多書行咪講到嗬，唔睇伊嘅咖啡店啊，食到嘅咖啡啊，好香啊，甜點啊，韓國唔看到嘅花啊，用到鼻嘅，仲可以下嘅頭家做嘅，你怎麼可以有那麼多時間做咁多事情呢？有很多朋友也是問我說，你怎麼可以同時做那麼多的事情？你的人生好斜哦。我說我是斜槓人生啊，我不是斜槓人生，我是雜家。我什麼事情都做，我把自己當成一個業務助理而言，然後別人給我一個 assignment， 一個任務給我，我就拼命要把它完成一樣。像我很喜歡看一部電影，就是穿的 Prada 那部電影哈，然後裡面的女主角啊，她就是有任務，使命必達。他就覺得義無反顧，所以當他遇到很多的障礙的時候，他就選擇超越它。我就是我大概也是這種屬性的人，但是我是那種60分就過關就好了，因為我覺得人生不需要每件事情都是完美，我覺得完美的相對就是不完美，這樣子才是我比較生活會過得比較有樂趣。不完美是我的一個人生哲學。對啊，就像你畫畫或者是做陶嘛，哈。從有陶有看，我就覺得我不是個喜歡完美的人。對啊，像我們的圓口，我覺得一定要這麼的圓滑嘛，一定要就像人生要有一點起起伏伏這樣子。當你的杯子送進你的口中，你就會發覺舌尖上的味道感觸是不一樣的。這樣子。談到健確實的，就是應該開間店的，一定冇咁簡單。可是我們聽到現在都沒有聽到你說困難在哪裡。很如冇講呢，你遇到嘛嘅困難可以分享一下嗎？其實問題就是在於我的時間太少了，沒有辦法在一個下午裡面，就是在一個空間裡面等待客人來。我的行銷比較弱一點，然後我也沒有很 care 它。像我最近碰到一個問題，就是我這幾個月在準備一個考試，然後也沒有過了哈，就是一個資格考而已。可是就是荒廢了我的咖啡館。然後你知道嗎？我朋友就說他要來咖啡館找我，我就 Google， 我就給他上一個地址給他，我就發覺 Google 打開 ，Oh my God， 我的延期被人家寫永久暫停營業，哇！我就想說，怎麼這陣子都沒生意啊？我就覺得很嚴重嘞，然後我就請妹請誰？原來佢唔係店家去甲寫哦，可以騙人來。就是就覺得很，因為那個都是我設的嘛，可是怎麼會有人把它標為這樣子？我花了1個月把它改正常一點呢，我就覺得這個讓我很打擊很大。我沒有，怎麼會 Google 把我暫停營業呢？是我自己要決定營業，不是 Google 幫我決定暫停。我想說，是不是有人投訴我沒有來了沒有開？因為這個幾個月比較忙一點，這樣子，所以這個是我目前碰到比較的打
击一点。那其实最大的帮助还是来自于我的妈妈，一个客家女人，她就是帮我做很多事情。比如说，她一开始她不太会冲咖啡，可是我的责任就是要教会大家冲咖啡，她就开始冲。My God， 他现在冲的比我好喝耶，真的耶。然后他的 latte 也很好喝了。然后至于他的摆盘，我还在训练他如何去摆一个盘子，这样子的课程这样。所以我觉得我开咖啡馆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母亲她成长了好多。对呀，就是这个是对我最大的欢喜的一个原因，比开一间咖啡馆，又获到一些精神上没有，是我母亲，她会跟我聊很多今天的植物的问题。然后他觉得喝到什么味道，他会跟我分享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很快乐。说我的妈妈跟以前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子。刚当初啊，我提因为家动就唔要按市区闹区的地方，又去个有卡嘅车库，你当初还没有开到一个地点，有挣扎很久吗？没有悬念。完全没有悬念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是一个会去寻找美食的人。你也是开车开了很久，你快要放弃了哦。到了，所以我也是这种想法在开店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开在一个停车方便，然后进市区，然后怎么样的？我觉得现在的人都好像，因为你太容易被找到了，没有那种经验感。你一定要让你的客人找到了你们这边好难找哦，要跟你 complain 一番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啊！进来你喜欢吗 ？Yes, I like it，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嘛。现在我们就是在玩这种，也不是说玩，就是说你不要让别人那么容易就找到你了。我觉得那种感觉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不是我说，所以我在开这家店的时候，其实我根本没有，其实我营运那个东西，其实我是很清楚的。对地点，我觉得无悬念。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好的，因为我之前在别家一开始我有开过安亲班，那个场子也是新的，可是是别人家的店的地方，我不敢全心全意去装潢它，所以我受限了。那我的个性，如果我受限，我就会退步，那我就大概1年我就退了。可是我那个梦啊，对空间的设计的梦，我还是依然存在的，所以我最后扫到我们家的车库，所以它也好停车，而且我们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宅院啊，我种植了很多的花啊，所以前后我都有给它造景。我有时候我会常常引用说，像那个日本的茶道，他们不是有一个从门到进来的这一段小路程，我的花园就是在营造这个氛围。从你门一开进来，进了我的咖啡馆之后，就会开始慢慢沉淀，然后你进去就会比较有一股比较。觉得它是一个很优雅的地方，会让你把心静下来的地方。我就在营造这种氛围的东西。你不是仪式感，可是你会，如果你是有够 sense 的，你应该可以感觉出来这种氛围存在这样子。刚当初用的音名，也可以延轻用的取的。其实以前我们是做开发的人员嘛，所以会有研究一些东西。那我是女流之辈，所以我取了一个女字旁。我希望我永远保持一个年轻的心，真的所以我就叫言青这样子，这个名字是这样由来的。刚才我们讲到，你看按照实地用的东西啊，甚至看的如何唔做嘅，不过咖啡店新中心就会咖啡嘛然后一开始开的时间用来去研究。咖啡目前是我最纠结的一个品项，因为我觉得喝咖啡跟吃巧克力一样，因为它的主观意识极其严重。像我有些朋友，他喜欢喝有苦的，回甘会有那个，我觉得我称为扫把味的烟蒂味的咖啡。对不起可是我喜欢喝酸的咖啡，有带有果香的咖啡，我觉得那种的经验感会比较多。现在是喝酸咖啡是主流嘛，比较养生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没有买一台机器回来，如果我烧陶又买一台机器，什么都买一台机器回来玩，我家可能要很大，所以我都会去我师傅那边学咖啡。可是我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一头热栽进烘咖啡这个世界里面。我只能大概1个月去烘一次，然后我就要很努力的把那一锅完成咖啡。所以我觉得我的咖啡豆的烘，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它还不算是我的最好的东西。就是说它可以喝，只是说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上涨的空间。就是说这样子对一个人，因为咖啡它每个人会觉得说很好喝啊，可是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谱嘛，我觉得应该一个曲度的象限里面。其实我觉得应该在哪个曲度才是我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，所以其实我对咖啡，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伸展的空间，包括我对巧克力，因为巧克力是我们屏东在地的农产物，那巧克力也是我自己自学起来的。所以你还学巧克力哦？对，因为就是我觉得它很有趣嘛，因为其实你做烘焙的人，你就是要去了解你的食材从哪里来，这样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学那个米其林，其实我有个米其林精神就是自己做，那我也是自己做，我自己开发原物料，所以我没有去买市售的巧克力。你巧克力有几个做？哪几个都呀？嘿啊，我从一个果荚咚到一个巧克力这样子出来，然后这中间我会有一些产物，比如说我帮一些面粉的人，他们做面条的人，我帮他们磨成可可粉，让它变成一个可可面条。我们在屏东的一些小农身上都有可可面条，我算是始祖。就是我提供这个产品，然后请他们。这个我跟他们说，你可以做成可可面条，把它加可可粉，这个面条会非常的好吃，因为有养生嘛。因为现在的巧克力它其实比较偏向养生，不是所谓的不好的食物。对啊，如果你从一些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巧克力它是适合吃的东西，只是说我们把它商业化了。所以我很喜欢巧克力这一块，我自己做的很高兴啊，因为我今天高兴我就做100%的，然后有人喜欢做75% 的，就是看你自己的调整而已啊。那磨巧克力也是一个很乐趣的东西，就是我做事情就是要有个乐趣，那你这样子才会快乐，这样你那个成长的速度才会快，这样子。如果你有一个压力说我要赚钱，那你就会有一些障碍在你要超越的地方，所以快乐最重要。唔会有安尼经济压力哈？经济压力，其实我觉得我先生也没有对我任何太多的一些抱怨嘛，因为我是一个，我都会跟他以物易物哦。比如说别人交给我500公斤的豆子，那我就以物易物。所以我也不用花我的成本，但是我就工跟技术就是成本的东西，所以我常常跟别人以物易物，你交给我多少东西，我就还给你多少东西，就大概是这种方式去成型。只是说久了不好啦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原料跟加工物之间，它们的价值是不相等的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必须要有一些技术的植入跟设备的植入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平等，只是说我们是站在开发的立场的话，就不会去讲这么多的东西，把这个东西先做起来之后，我们再去讲这些设备成本的问题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就像一开始讲的，欢喜青春油，对，就是味道传承。对，就是你只要有秉持说这个东西的原型到底是什么，把它找出来，你就会很快乐了。比如我在追求的是一个事物的本质，这样有些事物的原味，就是比如说它是食物，就是食物的原味是什么，我们把它还原清楚了，你就做事情你就非常的清楚，你就不会曲解它、误解它。当别人在跟你聊巧克力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以举10个例子去反驳他。就大概是这个东西，所以追求一个事物的本质是我最想要的做的事情。也个安琪妹妹头家吼，你看已经做那多事情了，结果也还可以去关怀据点上课，还可以做嘛嘅呢吼，还有按多帮嘅可以分享嘅，我哋大家准备一下个继续来参考书好。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，今日嘅来宾是盐场咖啡馆嘅头家庄书涵。多书涵有讲到吼，开店嘅虽然非常用心，不过唔系味道传承。不过我咪过上嘅地方，佢按特别嘅味嘢，又按特别嘅呀咖啡店嘛，人客如係用哪一人？来我店里的客人哈，其实种类还蛮多的。然后有些会是小情侣，有的是会是一些长辈们。然后有些都是客家的长辈，他们说问我说：“这幅画 how much？ 你抖音啊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你要标价，别人才想要买。”我跟他说：“我现在还是素人，还不够格卖画。”刚怕有人说会买哦。yes， 他们然后只是说我现在还不够格啊，我觉得因为我还没有落笔嘛。
代表我还不满意他。哦，其实我们都会落笔，我没有落笔，代表说我觉得他的有一天我想到，我也想再改。像有一些我们看一些油画家哈，其实他一幅画里面他可能画了3幅以上，我就像那一幅也下面有潜藏一幅，就是我不满意啊，那我不想把它留着，我就把它重画了。所以可能一幅里面其实有2幅画。那因为我们初学者哈，其实画油画其实要花一些钱，就是你对一些材料，如果你很讲究的话，那就会想说，因为其实油画如果你拿起那个油画，你觉得它很沉的话，就代表它可能它画了2幅以上，或者是它原料用的够多。然后我的客人哈，其实他们来大部分都会跟我聊天，然后只是有时候就是聊这些刚才我们讲的，可是其实我会累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没做事做到翘的黑大嘴骨打到。对，其实我讲到我会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开始交给我妈去做了，我还去做这些事情好了。可是我的客人都还蛮欣赏我店里的氛围，这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样子。你有没有印象有读到过很特别的客人？那边还有外国人。我们有一个他是一个印度混血，然后他就是爸爸是印度人，然后妈妈是台湾，都是教授嘛。然后他本身是一个护士，然后他就也是 Google 到我的咖啡馆来，然后就开始想试着跟我做朋友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姐姐，我喜欢画画。”我说：“好，喜欢画画，来就画。”然后他就开始画画了，然后他画的也很高兴，只是他那一幅画到现在还没画完，他就回夏威夷了。可能我也没有动过他。我本来想说，再拿油画把它涂口，想说算了，当成一个未完成的一个作品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作品完成度到底是要多少？这个是个让人家想的问题。那姑且我就把它写成未完成的作品，我现在还没有动它，然后只是说希望他有一天会回来找我，因为他家住我附近而已，就这样。你讲呀哈开呀店的呀，嘿妈妈会囤天数。嗰度係咪？對。媽媽一開始我開店嘅時節，他就一口答應嘛，吼，也冇想啊，睇到我用就拿去用安尼。你睇開店這新年咧，吼，新年啦，開了4年，大概4年多。對。媽媽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？我媽媽改變非常的大，比如說她以前很害怕學新的事物，然後她總覺得一定要在她熟悉的一個大概學了8成，她才敢出手。可是我覺得跟他說不用，就照着我的方式去做就好。他說我不會，一直跟我。比如講泡咖啡。對，因為他覺得說我泡壞了，你的客人會不喜歡怎麼辦？我壞了你的聲譽，說沒有那麼嚴重吧？說你就泡就是了啊。他就開始我一直鼓勵他，到現在他的手沖技巧比我好很多，我就很奇怪，明明是我教你，你怎么会比我？手要很稳呢，就是手要很稳。然后我妈不会像我会耍花招，像现在流行说我现在等一下要把温度降低，就赶快去跑，又加水。她不会，她就是一气呵成，很稳。她不会像我想的很多杂念在里面，所以那杯咖啡是特别的好喝的。他不像我，杂家。刚刚讲过多年，他很爱聊天，那妈妈也是。我妈妈很喜欢聊天，然后可是我跟她说一开始因为她比较少跟别人接触，我会跟她说，你先观察别人讲什么话，我们再去插话，这样会比较贴切一点。不然别人在讲 A， 你讲 B， 这样不是很贴切嘛，所以我在一直跟他沟通这个观念，你先观察别人讲什么，你再慢慢插进去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我觉得老人家就是要常常说话，我觉得我说话的话，他的想法就会比较开朗一点，就比较容易沟通。如果一个老人家在家里都只是对着电视在发呆，我觉得他那种长久的他的心是封闭的，所以我去关怀据点。我发现有些老人家的内心其实是很封闭的。那如果你跟他仔细观察，其实他说话的时间很少，他缺乏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。那其实我妈就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家3个小孩都在北中南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小孩子回来他都会抓个时间赶快跟你聊天。所以我常常花一个下午跟我妈。他一杯咖啡，我一杯咖啡，两个母女没有客人嘛，我们2个就这样聊天。我听他讲，我今天
茄子发生什么事情了，那个红公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，他就讲给我听，那我就愿意听这些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倾听是跟一个长辈最好的沟通方式。然后换一个角度，我到的据点也是跟这些老人家在互动的时候，我是希望我们除了授课之外，我们会花一点时间给这些台下的长辈们讲话。拿着麦克风让他们去讲话，我觉得他们拿着麦克风会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。除了授课之外，做一些手作或活动之外，我觉得让每个人去表达，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啊？我喜欢什么？就这么几句的简单话，我觉得他们之间他们就会很高兴的，因为有人跟他们说话，他们对大家说话，他们就会很有成就感。这是我喜欢去据点的。让大家说话的原因。你去据点搞吗？给就是我有时候像我刚才讲那个树葡萄树梗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觉得，其实我自己做一个盆栽嘛，做一个桩，然后我就做一些植栽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绿色计划，绿色照顾的计划，然后我就教他们如何，黄金葛如何做植栽，然后教他们如何打那个线，然后把那个玻璃瓶给弄起来。所以他们，因为我在考验他们的那个脑袋的灵活度，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他们如何打结，把那个保罗瓶这样子拿起来，然后可以吊在那个我自己裁切好的那个树葡萄梗，然后这样子可以放3个，这样子就很有美感的感觉。他们就蛮喜欢的呢，因为没有人会去愿意去采树葡萄梗，因为可能大家没听过什么叫树葡萄嘛，然后我就把它裁成一支，我不去买，然后说老师那也无直直的，然后讲袂当用直的，你敢知影？你用直的，那个美感就被破坏了。我们要的是弯弯曲曲的一个树梗，我们不要直的，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欣赏一个美的事物。其实我去那个据点，我一直在教导他们去欣赏你那些周遭的一些环境，尤其从我们是从植物开始下手嘛，所以像我也教他们做陶，然后去观察说。一个陶怎么去做捏塑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，可能人很多，有30个人，那一个讲师可能要应付这么多的长辈们，真的是要疲于奔命。然后，所以在课程的那个设计上要很简单，所以备课的这个时间，备课很重要，把那个课程的那个难易度把它降低，让他们易于操作。这是我当讲师最大的一个要修的一个学分。这样子。你去搞妈妈们会我妈妈会帮我忙呢。像我们上次做那个花器嘛，那我先做给我妈妈看，我妈妈要看就知道了，因为我每天在那边拉。你今天要做什么？你今天要做什么？他都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我去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妈，你等一下当助教哦，你帮我跟那些长辈们如何去涂条之后粘上去，然后怎么样一条一条这样上去。”他就会教导那些跟他年纪差不多的长辈们。我妈妈她很有自信的呢，她现在去那边，她觉得她已经从以长者为师这种角度去跟这些人相处。她以前所以这个也是我跟我母亲相处的模式，因为我以前跟他很少在一起，我也不晓得我会从北部回来。以前他说你以前离我最远，现在离我最近。可是那时候我跟他我们2个之间的一些冲突还蛮多的，因为他觉得我很难沟通，他觉得我很龟毛。他说我对一些在咖啡馆的一些细项，他觉得我要求的很多。我告诉你就是要接受我这样。我说你开店就是要这样子，不可以随便。然后你的空间到你的厨房的时候，你女儿绝对不会管你，你什么随便放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只要到咖啡馆，我们就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位置的放置，不要去改变它，因为那是一种习惯。如果你习惯，你到这个空间，你习惯做某件事情，自然而然它就是成为一种很不会改变的事实，就是这样如果那是你的厨房，我就不会去干涉你了，这是我坚持的事情啊。你到了咖啡馆就要必须遵守我那套规定。所以你说没要求完美的人，只要60分，可是看起来好像也不是这样其实它是有点。因为其实完美不完美当中潜藏的完美，他们2个不是对立的，他们是互相共荣的，就像一个太极里面，有的时候是偏这边，有时候是偏这边的。但是你的东西，就是说你的容器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嘛，你才可以，这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。你容器如果洗不干净，这样绝对是不过关。我会拿这样看，不过关我就重来一次了。
这个是对客人的尊重，所以我很 care 这一点，对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吧，这个不应该是可是老人家可能他的眼力没那么好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就让我们自己做，只是你要提醒他，这个是小事，但是却是一个大事，一个小动作别人会来看，因为有时候我去店家上消费嘛，我也会看他的杯子有没有洗得很干净啊，这个是一种最基本的尊敬。刚刚撒哈雷还有哪个计划哈？我们家还有隔壁有一个空地，然后我觉得他很荒凉，可是他对我就是哭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喜欢日本的宅基美学，然后我想把那个废地啊，那不是废地，我想未来如果我有能力的话，我要把它延庆二馆从那边再建制一个延庆二馆，然后它是以宋代的美学为基础，跟日本的侘寂这两个美学很相似，然后我先把那个精神给树立住之后，然后硬体去呈现我的美学氛围，这样子，这是我最大的梦想。这二馆黑没黑我黑咖啡店还黑某一天，它可能比较也是有跟文艺啊，然后跟茶跟咖啡那个里面的内容还在斟酌，搞不好我这几年的变化又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又把它注入新的元素进去。所以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嘛，只是说我希望在一个某个将来那个空间，我要重新再被我在 rebuilding 一个新的空间，然后是以我的想法以我宋代的美，因为我喜欢宋代的东西，然后把它注入进去这样子。也好像起来，可能真的不一定哦，因为你看也4-5年。你看苏杭做的一多事情啊，都是这4-5年做的，很夸张哎你想要做真紧就黑，会下功夫去做呢。对，就是这样子嘛。你只要目标锁定了，就不用悬念，就开始往前冲了。只是说这有多少人泼你冷水，其实你不用 care，你就不用 care 这样，因为他不懂你，不懂你就没关系，你就自己往前开嘛。反正我不会受你30秒的言语的那个压住我，你只是30秒的过客而已。我就往前冲，不是往前冲，往前慢慢的开。因为我不是要做坏事，这个空间如果可以让我们整个乡里的人都知道，那它不是坏事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做呢？对呀，有时候我们要有大爱的精神，不要那种小爱的精神。对呀，我是这种想法去做这种事情，这样子。我相信今天的观众朋友同我共用谈的苏杭的故事会很有启发，可能好像会更勇敢一点了哈。今天非常感谢苏杭加入我那个访问，感谢你的分享。感谢感谢朱启麟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。多谢，有喊来了。跟观众朋友撒下來談論先生好好運通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，還個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